安裝玻璃之前呢，承建商除咗要清洗外牆同埋清理窗台頂嘅泥頭雜物之外，塑料窗同搭棚判頭要互相配合，避免用嚟拉棚嘅足料影響到安裝玻璃至得噶。冇錯啦，咁喺安裝玻璃之前，就要先裝好每個窗鎖嘅把手，同埋要收緊每一口螺絲嘅。將安裝玻璃嘅位置清潔好，就可以根據施工章程安裝足夠嘅 setting block， 再 check 清楚玻璃線即係 glazing bit 上面嘅防水膠條係咪裝穩，就可以將玻璃坐穩喺 setting block 上面，然後小心咁拍上四邊嘅玻璃線，不過力度要均勻喎。確定冇問題啦，就可以喺塑料窗面擠適當嘅玻璃膠，而支膠呢，應該要整齊平滑暢順，冇窿冇斷口同埋唔起泡，而玻璃線就應該要長度正確，冇谷起，45度夾角緊密，唔起級，咁就為之標準啦。咁完成晒玻璃安裝之後呢，就要進行試水測試啦。咁測試一般都會由高樓層開始做起嘅，承建商同埋塑料窗判頭就要同各行業配合，確保試水過程冇影響其他工程，仲要確定所有窗都已經閂好，以免試水嗰陣時呢浸濕已經完成嘅室內裝修啊。你知啊最好啦，跟住塑料窗判頭仲要重新檢驗整隻塑料窗，確定支膠已經做妥，冇爆口，窗鎖能夠將窗褥鎖緊喺窗框上邊，同埋窗邊膠條已經安裝正確，而又冇鬆脫，冇離罅先得噶。總之一邊做就一邊唱住樹立最佳標準，樓房高質素。另外啊，試水嘅喉管就一定要駁好，因為甩喉會引致水浸，到時損壞啲裝修就真係弊家伙啦。而喺試水嗰陣時呢，塑料窗判頭就要提供足夠人手，最少要有2個人為一組嘅試水員，由每隻窗嘅低位開始，逐步向上測試。尤其係通天位嘅梗窗，一定要喺拆棚之前做好試水啊！承建商、判頭同埋則師都一定要派代表到場驗證噶。如果發現有漏水，咁承建商同埋塑料窗判頭就要先理解漏水原因，再確定修補方法，即時做正確嘅記錄。而修補嘅工作就一定要由經驗豐富嘅執窗工友負責，做到試水合格為止。咁喺承建商將單位交俾則師同埋業主之前呢，就一定要以則師批准嘅方法，將所有窗同埋玻璃等等嘅物件重新再清潔一次噶。最後就係維修同埋保養啦，每一日都應該要檢查所有嘅窗係咪已經閂好，特別係打風季節添啊！我會留心噶啦。嗱，塑料窗判頭仲要同承建商配合，列出塑料窗嘅一般維修保養事項，例如唔可以喺窗上面曬衫同埋鑽窿啦，塑料窗同埋窗撐要定時清潔等等，以方便管理處制定維修同埋保養小冊子俾小業主啊嘛。冇錯啦，如果地盤入邊每一個工友都可以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啦，炳叔。